台珠海保時捷911 GTS 前杠有大面積事故擦花受損，車主選擇直接升級一套 GT3 包圍。如果911係夢想，咁 GT3 就係寫俾心底夢想最極致嘅情信。911 GTS 升級 GT3 包圍，即時解鎖賽道級氣場，外觀運動感直接拉滿，蜂巢式進氣格柵闊體輪廓擺脫圓潤感，提升攻擊性。唔單止有型，性能都係加分嘅。更大嘅進氣口減少風阻係數，讓氣流更順暢。原廠設計款式，所有間隙完全吻合。一次事故修復等於一次外觀升級，顏值同性能雙重提升。港珠澳保時捷服務中心，保時捷全系售後服務全覆蓋，期待你嘅光臨。